1977年咧，沙田浸信會由福音堂咧就係接納成為教會。喺同年咧，我哋向政府申請免地價批地嘅，其中條款咧係要做營辦社會服務嘅，就係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同埋復康人士嘅宿舍嘅。我哋都係守住聖經嘅教導啦，係要關懷社區，特別係有需要嘅群體。同時，我哋亦都自己營辦有兒童託管服務。根據區裏邊嘅需要，譬如長者一啲輔導服務啊，同埋婚前嘅服務啊，我哋都按住教會嘅資源增加咧，我哋社會服務咧係繼續嘅擴展嘅。社會服務中心已經累積咗好多嘅經驗，但係為咗服務嘅長遠發展，同埋我哋有機會可以申請政府同埋商界嘅資助。喺2015年1月1號，我哋成功申請成為一個非牟利嘅機構，服侍沙田呢個社區係我哋長遠嘅發展目標。短期我哋會繼續同一星空下計劃，另外我哋會提供服務俾有特殊學習需要嘅群體。喺呢度我呼籲大家多多為沙田浸信會社會服務處禱告，亦都積極參與我哋嘅活動，資助我哋嘅服務，一同去見證神嘅愛。